陪伴無數港劇觀眾足足9年嘅 TVB 經典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將會喺今年7月正式大結局。呢套超長播映、貼地生活化嘅劇集，憑住輕鬆治癒嘅劇情，充滿市井氣息嘅故事，紅霸熒幕9年，成為好幾代觀眾嘅日常下飯劇，亦捧紅咗一班戲份唔算最重頭，但係深入人心嘅配角演運。劇集落幕，不單止代表住一段熒幕青春嘅完結，更令劇中一眾綠葉演員嘅前路備受外界關注。9年嘅劇組生涯即將畫上句號，好多常駐配角都面臨冇劇拍、事業斷層嘅危機，佢哋人生軌跡嘅轉變，一直牽動住唔少觀眾嘅心。喺一眾準備轉型嘅演員入面，憑住劇中初戀咖啡水壩伙計豪仔呢個角色為人熟知嘅李榮豪，早前一度深陷事業同埋生活嘅雙重困境，令好多網友都為他擔心。身為 TVB 嘅資深綠葉，李榮豪喺《愛回家》默默耕耘多年，角色性格溫和，夠晒貼地，氣氛穩定，但始終難以出圈，人工只足夠維持普通生活。早前佢曾經坦言，自己好擔心會失業，隨住劇集即將收官，穩定嘅工作即將完裂，屋企經濟壓力大增，生活一度非常拮據。熟悉香港娛樂圈嘅觀眾都知，李榮豪出身演藝世家，係資深前輩李家鼎個仔，細個已經入行拍劇，絕對係童星出身。但對比圈內資源不斷、人氣長攻嘅藝人，李榮豪嘅演藝路一直平平無奇，浮沉半生，始終只可以做配角綠葉，好難有大突破。早前佢屋企嘅負面新聞接連傳出，包括阿哥啃老、老豆李家鼎冇固定收入等等，再加上面喪母之痛，令李榮豪情緒一度級度低落，事業同生活雙雙跌入谷底，連港媒都多次報道佢嘅低谷處境，令唔少觀眾為之唏噓。正當所有人都以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大裂局之後，李榮豪會徹底陷入事業空窗，為生計奔波勞碌之際，呢位低調嘅 TVB 綠葉悄悄開拓全新賽道，憑住自己一己之力逆風翻盤，喺自媒體領域殺出一條新出路，上演咗一出最真實、最貼地嘅普通人逆襲故事。蟄伏10年中爆發，個人頻道半月爆紅，10萬訂閱成功出圈。6月9號，李榮豪喺社交平台公布大好消息，佢個人 YouTube 頻道豪仔 On Air 訂閱人數正式突破10萬，漲幅驚人，熱度急升，成為近期香港自媒體界最亮眼嘅黑馬。好多人唔知呢條爆攻嘅頻道並唔係一時興起先開，而係李榮豪蟄伏超過10年嘅沉澱。早10幾年前，佢已經開通呢個頻道，當時佢早已看透娛樂圈嘅起起落落，希望透過平台記錄生活，發展副業。頻道早期內容非常多元，有佢熱愛嘅賽車、打拳日常，亦有佢細個拍戲嘅珍貴片段，多年拍戲嘅心得點滴。內容真實隨性，題材豐富，但一直冇人留意，流量慘淡，訂閱量長年停滯，靜靜沉寂咗好多年。因為長期冇起色，佢慢慢擱置呢份副業，頻道亦都就此荒廢多年。人生嘅轉機，往往嚟自絕境之中嘅嘗試。面對屋企輿論風波、喪母之痛、事業即將斷檔嘅多重打擊，加上沉重嘅經濟壓力，瀕臨失業嘅李榮豪別無選擇，喺今年6月仲啟呢條塵封多年嘅頻道。冇專業團隊，冇精良器材，冇流量加持，佢只係試下水溫，上架咗2022年嘅結婚影片，純粹記錄生活，抒發心境。估唔到呢條充滿生活氣息嘅舊片一出，即刻引爆網絡，反響空前熱烈。冇劇本，冇濾鏡，冇人設包裝，最樸素嘅生活片段，偏偏直擊網民納心。影片點擊率節節上升，勢不可擋，熱度不斷發酵，令沉寂10年嘅豪仔 On Air 一舉出圈，正式踏入高速漲粉、流量爆升嘅爆紅階段。真煙火氣取聲，零包裝普通人日常，治癒全網觀眾。李榮豪嘅頻道突然爆紅，看似幸運，實則貼合當下觀眾嘅審美趨勢。而家短視頻平台泛濫，好多網紅同藝人都中意劇本擺拍、精緻人設，
內容空洞虛假，千篇一律，令觀眾早就睇到膩。反觀李榮豪嘅影片，完全摒棄晒所有虛假套路，用最真實嘅市井日常打動大眾，甚至獲得央視新聞、南方日報等主流媒體點讚報道。官方都稱讚佢嘅影片充滿煙火氣同治癒感。睇過李榮豪原片嘅人都知，佢冇專業攝影棚，冇華麗佈景，冇專業燈光，拍攝地點永遠得3個：屋企、廚房、飯桌、走廊。鏡頭偶爾仲會揈下，畫質樸素簡樸，完全唔及網紅影片精緻。但網民紛紛留言話，比睇劇更真實。褪去 TVB 演員嘅光環，鏡頭底下嘅佢唔再係劇本入面嘅角色，只係一個平凡、普通，甚至帶啲生活壓力嘅中年男人，坦然展示自己最真實嘅生活。最令人動容嘅，從來唔係刻意煽情嘅劇本，而係不經意間流露嘅真情。其中一條深夜廚房短片，成為全網公認嘅治癒神作。深夜時分，李榮豪同老豆李家鼎喺廚房整嘢食，兩父子間談之間，年過7旬嘅李家鼎一邊煮餸，一邊輕輕講咗句：你老母以前最中意呢滋味，一句簡簡閃閃嘅家常粵話，冇刻意催淚，冇特寫加工，卻瞬間充滿畫面感，藏住無盡嘅思念同溫柔。鏡頭前短短嘅沉默，令28萬觀眾一齊靜靜動容。港劇入面，無數演員演過無數孝順仔，溫情橋段，台詞完美，演技老練，但始終帶住表演痕跡，遠遠唔及呢句隨口而出嘅家常碎話有力量。正係呢份毫無修飾、真摯純粹嘅人間煙火，令李榮豪嘅影片喺海量內容中突圍，達成口碑同流量嘅雙重逆襲。半月勁賺6萬港幣，被動收入足夠養家，徹底擺脫經濟困境。頻道爆紅，除咗令李榮豪人氣急升，更帶嚟實實在在嘅收入，徹底扭轉佢同屋企嘅經濟困境。隨住賬號熱度持續攀升，唔少專業 YouTuber 主動拆解豪仔 On Air 後台數據，分析結果相當驚人，直言呢條賬號吸金能力極強，未來潛力無限。根據網民專業數據分析，頻道開啟盈利模式之後，短短15日，全站影片總播放量已經衝破150萬次。按照 YouTube 公開分紅比例保守計算，唔計任何廣告、代言、商業合作，淨靠流量分紅，佢半個月已經賺到大約6萬港幣。呢筆收入徹底打破外界對李榮豪生活拮據、磨力養家嘅刻板印象。根據港媒早前報道，李家鼎而家冇固定工作，每月生活費唔夠4萬港幣。換句話講，李榮豪淨係靠半個月嘅自媒體被動收入，已經足夠俾老豆史仲有烈餘。由當初擔心失業、撐唔起頭家，到輕鬆養家，短短半個月時間完成華麗逆襲，令好多網民大讚勵志。流量持續攀升，穩定更新有望連入200萬，前路光明。半月6萬嘅收益，只係李榮豪自媒體逆襲嘅起步，絕對唔係天花板。按照專業博主數據分析，以而家賬號嘅熱度、漲粉速度同內容口碑，只要李榮豪保持1周3更嘅更新頻率，擁持真實自粵嘅內容質素，賬號流量將會持續穩定走高。按呢個標準保守估算，佢每月淨平台流量分紅已經可以穩定入賬12萬港幣，蟬年基礎收益高達144萬港幣。更值得期待嘅係，而家豪仔 On Air 仲處於高速成長嘅起步階段，粉絲數量持續增長，粉絲粘性同觀眾認可度不斷提升，賬號商業價值仲喺急速上升。隨住賬號影響力越來越大，各類品牌代言、商業合作、線下活動、直播商機將會陸續到臨，多元化變現將會進一步拉高佢總收入。業內人士預估，只要穩住內容質素，擁持熱度，李榮豪全年收入突破200萬港幣絕對唔係空想。回望李榮豪嘅人生，出身演藝世家，半生堅守 TVB 熒幕，甘願做綠葉，默默耕耘，從來冇大紅大紫，但一直踏實努力。喺演藝圈賽道蟄伏多年，跌入低谷嘅時候，佢冇抱怨，冇躺平，反而勇於跳出舒適圈，開拓全新賽道，
用最樸實嘅堅持同最真實嘅內容改寫自己嘅命運。由依附劇集、人工微博嘅 TVB 綠葉變成獨立自主、一己之力撐起頭家嘅自媒體博主，李榮豪用真實數據親身證明，人生冇死局，成功亦都唔止一條路。所有默默嘅蟄伏、堅持同付出，終會喺合適嘅時間開花結果。而家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即將收官，祝於熒幕角色豪仔嘅篇章正式落幕，但祝於李榮豪本人嘅全新人生先啱啱開始。褪去劇集角色嘅標籤，跳出演藝圈嘅局限，佢喺新賽道重拾自信，發光發熱。期待呢位踏實努力嘅普通人可以繼續守住初心，留住自悅人心嘅煙火氣，喺自媒體領域穩步向前，續寫屬於自己嘅勵志逆襲故事。